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，把你们的结婚戒指都拿下来了，他也太不把结婚誓言当回事儿了。小军哥，我看到你不幸福，真的很心疼。葡萄，我愿意分担你的不愉快，给你带来快乐。自从上次在婚礼上见到你，我就对你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嘴巴厉害，真到了正经事儿上，你就马上怂了。就说那天结婚吧，你的婚礼，你的主场，你跑什么呀？把机会留给别人了。你看，今天也是，你一点点小事就往外跑，你说到最后，你还不是得回去啊？你什么？你是不是真想看着别人跟你老公表白啊？我喜欢你。葡萄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有开玩笑，小俊哥，我喜欢你，不，我爱你。你弄错了吧？我没弄错，没有错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爱你，想跟你在一起。既然王可可都已经放弃你们的婚姻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弃痛苦，寻找自己的快乐呢？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你不用愁吃喝，也不用为了没有工作而烦恼，我们可以轻轻松松，想干嘛就干嘛，这样不好吗？葡萄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跟可可，我俩深爱着对方啊。你是在自己骗自己。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爱情就是你情我愿。你理解的太简单了，这不是真正的爱情。和他在一起，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王可可，我还真想知道，对你来说什么是爱情？那天我下班很晚才回家，在公交车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可能我太累了，就睡着了，然后手机掉到了地上。当我看到可可手机掉在地上，我帮她捡的时候，我俩的头就撞在一起了。我就一直愣愣地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。你就这么爱上他了？我想，可能这就是一见钟情吧。那一刻，我们两个就是9个世纪。我在跟你说我的爱情呢。你的。后来是他先约我的，他约我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吃饭。他不能吃辣，可我却无辣不欢呀。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到最后我的欢天喜地，他的痛哭流涕。他请我喝红酒，我们聊日升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把盘子中间的菜夹给我。他说，因为盘子边边的菜容易凉。他每次都把醒好的红酒交给我，这样呢，红酒才能保有最好的口感。我们没喝酒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情不自禁啦。后来我们的感情就在他妈妈一波又一波的考验中，走到了现在。既然这么不容易，他为什么要放弃？肯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吧？你总是替他着想。她是我老婆，我不替她着想，我替谁着想？可可很怕冷，我对她发过誓，下雨打伞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让她淋湿了肩膀。
可是他昨天晚上竟然把自己淋湿成那个样子。我不管他为了什么，但这也都是我的责任。我怎么能够让一个爱我的人受这么大的煎熬呢？那都是他自己做的。你们90后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无论他有多少错，只要在他流泪的那一刻，都是我的错。他就这么值得你珍惜？没错，葡萄，在我们2个人里面，他付出的比我还要多。就在我差点快失业的时候，他为了能够不让我担心，他自己竟然偷偷的去送快递。那么热的天，那么大的太阳，竟然让一个女孩去送快递。爱情不是你好我好，吃饭看电影这么简单的，能够替对方真正的去考虑，那才是真正的爱情。我也可以为你送快递，可以和你吃路边摊，只要是你，我都愿意。葡萄，你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爱你的男人。我只爱王可可，能够跟我携手到老的，也只有王可可。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么好的老公，当然把他找回来了。喏，如果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还有希望，就打给他；如果你想像我一样做单身的贵族，你就不要打。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儿啊？喂，喂，果果，你找到可可了吗？我亲自出动，能找不到吗？哎，果儿，这次李小俊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能劝可可离婚啊！我跟你说，你那套不婚主义的歪理论，在我们已婚人士这儿根本不管用。可可现在不是在谈恋爱，已经是结婚的人了。有句俗话叫什么？宁拆一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你千万别把他们给拆了啊！哎，我能不懂吗？劝和不劝离。他俩经过那么多事儿，又这么相爱，我怎么忍心拆散他们呀？你放心，经过我的努力调和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抱在一起，一顿猛亲。真的假的？你这转变也太大了吧？是不是因为那个法国葡萄酒啊？哎，你别管我啊，这是我的事儿。总之呢，我现在觉得相爱不易，婚姻更难，且行且珍惜。行，你这个不婚主义的女人终于长大成熟了，这下我可以放心啦。哎，好啦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在外面呢，拜拜。行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果果居然能支持可可的婚姻。哎呀，看来爱情真的可以改变一个女人。原来真的是因为这几件小事情啊。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行不行？你解释啊。行。婚礼咱俩就不说了。上一次我妈住院，是因为葡萄把我的车撞坏了，
所以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。可是他说，他跟你一样，一晚上都没睡。我一晚上没有睡是因为我加班，他一晚上没有睡是因为他跟别人去唱歌去了。还有这次我出去给依依他们送钱去，打半天车也打不到，刚好碰到了葡萄他小妈，我一着急我就上了人家的车了。那今天早上呢？今天早上那是因为我的车还没有修好呢，葡萄他小妈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人家来接我上班了。你车没有修好，你不能自己坐车去，非要坐他的车。行，我们现在不是还有点存款吗？再跟我妈要一点钱，咱换个车行吧？你到底是想换车还是想换人啊？我发誓，我跟那些女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要你发誓。电视剧里面男主角只要一发誓，女主角担心的事情就一定会成真。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懂装不懂。行了，我问你啊，这个戒指，你早上起来怎么没戴？我什么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戒指只有咱俩商量的时候说不戴才能不戴，其他的时候你都必须给我戴着。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承诺。最后的等待也被淹没在深海，该用多少时间，多少眼泪，你才能回来？心还在期待。别人又不喜欢你，你干嘛一厢情愿的给别人做蛋糕？我要是早知道这个李小俊他是结了婚的，我肯定不会让你跟他接触的。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你要是命苦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命苦的人了。你别管我，贾星星。我贾星星，我自从来到你们家，为了你，为了你爸，我操了多少的心啊！哎，家里面哪样事情不是我一点一点打点下来的？我贾星星，你还能在这里发什么大小姐脾气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我爸在一起是为了什么。要是我爸没钱、没公司、没房子，你会和他在一起？我跟你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哼，难道你没有真的爱情？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？爱情，如果爱情就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，遇到事儿第一时间为对方考虑，那你我都没有遇过爱情。要得到真正的爱情，真的这么难吗？或许只有幸运的人才会尝到爱情的滋味。真的好羡慕王可可。你羡慕什么？你拥有了我爸爸这一切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小俊哥，张健健，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又来了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好的男生挺多的，回头我给你介绍几个吧。我不要。怎么还不接我电话呀？哎，在给谁打电话呢？还能有谁啊？哎，健健啊，你什么时候当个大经理、大领导了，也让妈跟你享享清福啊？妈，你以为经理那么好当啊？就我现在这个小组长，我都已经快吃不消了。当经理那就是痴心妄想啊！哎呀，妈，您的意思这是跟着我们在受苦呢？啊，难道我是在享福啊？你说我清闲过一天没有？不是给你们操这个心，就是操那个心。养了2个儿子，没一个能考得上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凭什么别人生下来就是叼着金钥匙长大的？我跟我哥生下来，
就得吃苦卖命，什么都得靠自己。怎么是嫌我没给你们吃，还是没给你们喝呀？你说我含辛茹苦的供出你们2个大学生来，我和你爸我们容易吗？是，我们知道你跟爸不容易，可是我跟我哥也争气啊！你想想，哥结婚的时候，在老家盖房子的钱都没有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哥跟我嫂子回老家过几次？现在在这儿，就现在这个状况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娶上媳妇儿。我可不想到了像我哥这样的岁数，我还是一无所有。你哥这是娶了一个不旺夫的老婆，这辈子也就只能这样。哎，以后咱们张家呀，飞黄腾达，那也得全靠你了。我想好了，只要葡萄愿意，我就给他们家当上门女婿去。什么？上门女婿？这话你都能说出来？我就是不想过你们的老日子。俗话说得好，贫贱夫妻百日衰。你们忙了一辈子，结果呢？结果你给我哥留下了什么？到头来还不是得靠自己。我可不想走你们的老路。那要是人家看不上你呢？我想过这个问题了，就算他现在看不上我，我也一定会让他喜欢上我的。他现在喜欢李小俊，能有什么结果？我相信，只要我陪在他身边，他一定会对我有感觉的。对，这事儿，妈，我支持健健。你想啊，同样是娶媳妇儿，为什么不娶一个有实力、有背景的呢？哎呀，就是这上门女婿，不是给咱们张家丢脸吗？妈，你想啊，这健健跟大小姐生的小孩啊，他不管他姓什么，他都是我们张家的孙子。再说了，只要他们先把日子过好，这其他问题还怕解决不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不会放弃。为了我自己。妈，咱呐就等着过好日子吧。这好日子呀，谁不想过啊？哎，怎么咳嗽了呀？不知道，不舒服。你感冒了？我去楼下给你买点药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帮我拿一下感冒灵好吗？是39感冒灵吗？对。是这个。对，帮我拿2个好吗？这感冒药你赶紧趁热喝了吧，啊！你看看你，喜欢谁不好，非得喜欢我哥，这不是让我难做吗？依依，其实我心里特别矛盾，我既想看到小俊哥和可可姐幸福，但又忍不住喜欢他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我姨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果我哥出轨了，这还让我姨妈知道了，搭进去的可就是2条人命。依依，你知道吗？爱错了人的感觉真的很不好。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好像也不喜欢我。谁啊？好，不提这事儿了，就当翻篇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生日打算怎么过呀？想要什么礼物？我不打算过生日了。你的生日 party 我给你准备好了。我5岁之后就不过生日了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你妈不在以后，你再也不做生日，但这一次不一样哦，我给你准备好了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？惊喜嘛，暂时不能说。喂，健健。是啊。哦，
葡萄要办个生日会，所以我现在在挑选礼服呢。你也要去？可是他们邀请的嘉宾都是给了邀请函的呀，你没有邀请函怎么去啊？我。太太，这么布置可以吗？应该是葡萄喜欢的颜色了。没想到太太对小姐的事情这么用心啊！葡萄，你看怎么样？满意吗？你操心就好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齐家的千金葡萄。葡萄小姐，你好，我是约翰李，刚刚从英国回来的。听说葡萄小姐是从新西兰回来的。葡萄小姐，我是陈卓卓，加州福尼亚大学硕士研究生。招财生啊！怎么都是海归啊？要是找工作，找我爸爸。这位是在投行工作的，这一位是在律师事务所，都是高材生。你们慢慢聊啊。葡萄小姐，你真漂亮。兰卓，不错嘛。给你们家葡萄做这个 party， 像让我做错什么似的。你看他，又不高兴了。是不是没有约他的朋友？放心吧，都请了。哎，葡萄，生日快乐！依依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他怎么也来了？陪我来的，不行啊？生日快乐！葡萄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齐家公主就是不一样。那你们自便吧。那我们先过去啦。走啦，去那边吃东西啦，健健。哎，喝这个。好。说你小妈特意给你办这场招亲会，来的都是帅哥。要学历有学历，要背景有背景啊。我可不稀罕。你看看嘛，说不定啊有不错的男生呢，你别错过机会啊。我喜欢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葡萄，怎么还惦记着我哥呢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看看这些男生，哪个都不比我哥差的。那你看看你喜欢哪个，我给你介绍。我就不用。哎，你们聊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葡萄，这是你朋友？对啊。以前没见过，什么学校毕业的？啊，江南学院。国内的学校啊。葡萄，你也有这样的朋友？国内的大学怎么了？硕士还是博士？我看我们应该差不多大吧。我今年本科毕业。本科？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都是本科和博士连读的。人家大学4年没花家里1分钱。是这样啊，还是家里没钱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葡萄，我们还以为你的 party 还是有门槛的。原来啊，什么人都可以进入，这下没兴趣。失陪，失陪，失陪。好了，静静，别听他们说的，他们就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钱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健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知道你不太适应这种场合。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开心就好。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好。依依，走，你去那边。啊，健健。Tony， 你也看到了，今天晚上你的竞争对手不少哦。我有信心。我和葡萄他爸呀，最看好就是你了。
咱们两家合作这么多年，要是你跟葡萄能成为一对儿，不是锦上添花吗？那你还做这么一个局，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？做这样一个招亲局啊，是为了看起来公平一些。到时候你靠领我的情儿啊！一定的，谢谢申姨。你看看，来的不是富家子弟，就是公子哥。虽然他们不缺钱，但张口闭口都离不开钱，我可看不上他们。你小妈这么做也不是坏事儿啊，正好啊，让你放点心思在别人身上，省得老想着我哥单单相思。唉，我都已经放弃了。真的？看你哥和可可姐感情那么好，我都有点感动了。如果我再插在他们中间当第三者，我都有点瞧不起我自己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啊，海天我看上他。那张健健那样，家里没钱的呢？我对他可没感觉。对了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你对他没感觉，我有啊。哦，原来你喜欢张健健。不知道今晚谁能活得跟葡萄夫妻。健健，你这身衣服真好看，哪儿借的？我自己买的。啊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怎么，在你们眼里，我连买身西装的钱都没有吗？在你们眼里，我就应该穷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健健，我只是觉得你刚工作，还没挣多少钱，这身衣服看起来不便宜，所以我就问问。怎么了？你生我气了？怎么会？我现在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嘛，而且我本来也没钱，我有什么资格好生气啊？不会啊，你看他们从生下来就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穿这身衣服还是你自己挣钱买的呢，你真的很棒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样穿真的很帅，跟我哥有一拼。姨，你说我有希望吗？什么希望啊？那我能叫你健健吗？那你要不说话，就是默认答应了，以后我就这么叫你了。你说，今天晚上葡萄会选谁？啊？选谁啊？今天这个生日会不是葡萄的选亲大会吗？啊。姨，你说我有机会吗？啊，健健，跟那些公子哥竞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葡萄连他们都看不上，怎么会喜欢你呢？我怎么了？我很差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葡萄不是你的菜，你也不是葡萄的菜。不过健健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感谢今晚各位来参加我们葡萄的生日 party。下面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，看看今晚谁有幸能请到公主跳第一支舞。我不想跳舞。挺懒做的啊！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他们当然应该要请你跳舞了。汤米的爸爸跟你爸是最大的合作伙伴，你应该知道选谁了吧？我又不和他做生意。再说了，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宴吗？什么时候变成商务酒会了？哎，不要辜负兰卓的一片苦心，他为了你的事费了很多的神啊。
面子上的事儿，总得过得去嘛。选 Tommy， 随便吧。9号，恭喜9号！我是9号。Tommy， 怎么关键时候你跳水了？从哪儿来的穷酸货？就是他把我撞下去的。他把你撞下去？我喜不喜欢你，和你的家世背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因为李小军吗？葡萄，你听我说。我知道我们两家的地位悬殊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啊，就像你喜欢李小军一样。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。你别说了。葡萄，我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愿意一直守在你身边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不需要。葡萄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孩说过这样的话。依依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我喜欢的是你啊。你这么说不是让依依难过吗？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对错，我既然喜欢你了，就不可能喜欢其他人。依依喜欢我，那是她的事。那你喜欢我也是你的事儿。葡萄，张芊芊，没想到我在你心里那么没有分量。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接近葡萄，我就不该把葡萄介绍给你认识。依依，把别人推下水，还真会给自己创造机会哦。沈女士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哪样啊？你是想靠葡萄一步登天是吧？我们家这么高的山，你攀得起吗？我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并不是我的错。有志气呀，那就回家娶个小村妞，踏实过日子好了。你们这些人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以为癞蛤蟆换件衣服就能成为青蛙王子？我们家不是什么动物收容所，没事儿别往我们家跑。今天安排的好，我老齐有面子。我问你啊，不是说好了葡萄要去选 Tony 的吗？怎么临时换了人呢？那个小伙子是谁呀？啊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？他就是一个穷小子。穷不怕啊？问题他人好不好？
穷乡僻壤出刁民，能好到哪去？哎，你别这么说穷人家嘛，你自己不也是小地方走出来？我跟他不一样，他现在是想高攀咱们齐家荣华富贵，我怎么能让齐家败在这样的人手里啊？哎，只要葡萄喜欢，我没问题呀。葡萄跟个穷人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让他给我们当这个上门女婿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你知道的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啊。只要葡萄愿意招一个上门女婿来，我能接受啊。关键是他的人品怎么样。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交给我吧。好。张健健和葡萄，还真让他占一个大便宜啊！蒋导，准备。健健，你找我？啊，这开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哦。哎呀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说你又不胖，还不是你妈非得让我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继续运动。其实你说，我妈也真是的。你说你这么注意身材的一个人，怎么能让你胡吃海喝的呀？她就是要我怀孕啊！那我妈也挺用心良苦的。她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敢怀孕。我为什么要天天在家带孩子、奶孩子呀？那我自己的生活，那我的世界呢？我们两个现在两人世界过得多好啊！如果要是有了小孩，那就不是我爱你，你爱我了，那就是我爱他，你也爱他，多没意思啊！哲理，我跟你说，不光是你接受不了，我都接受不了，我都觉得我自己还没长大呢。我也觉得我还没有长大呢。那怎么办？那你就让他明天早上5点半不要再来敲我的门了，我想睡觉。我怎么觉得我们没有好日子过了？爸对张健健印象挺好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搞不好要找他做上门女婿，跟你没有关系吗？我不喜欢张健健，你不是也嫌他穷吗？我就知道你给我办这个生日宴，就是想往我身边塞个人。哼，那还不是为了给你疗伤？我很好，不用你操心。不用我操心吗？那我把你跟李小俊的事儿告诉你爸，真的不用操心吗？告诉我爸。那可不行。所以啊，张健健家里面没权没势，你跟他在一块儿没什么后顾之忧。要是你爸给你介绍一个他合作伙伴的孩子，那你就更被动了吧？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了。别忘了，你和李小俊的事儿，
就我一个人知道。你这一拖再拖的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抱上大孙子哦？哦，这事儿这事儿，你觉得是小事儿？啊，不行，这可是咱家的大事儿啊！哎呀，不是那个可可不是正准备要孩子吗？你以为她真的认真在家备孕呢？哎呦，才没有呢！我老觉得她呀，心不甘情不愿的。你说你一个当医生的，你应该懂，你女儿的岁数可不小了，这得抓紧了，是吧？我总觉得是你的心理工作没做好。不是，你像我一个刚当爹的，我怎么说这事儿啊？你怎么不能说呀？你从侧面了解了解，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好对症下药。我干嘛？你要给我姑娘下什么药？下什么药？不是要下药，就是说，了解了解她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对吧？找出一套适合她的方案，让她放下思想包袱，安心怀孕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你也在啊？我闺女回来了。你妈刚才在这儿问你这个生孩子是什么态度呢？我找着工作了。